来看国际新闻，韩国大学生伫咧柬埔寨和犯罪集团零第四案件是查到一噗噗。在柬埔寨也逮捕64位涉嫌做电信诈骗的韩国人，啊那昨也遣送回去韩国，一落地就移送上班。这是韩国第3届包飞行机为各国亚嫌犯回来，嘛是规模上大一届。韩国警察厅出动190名警力，将滞留柬埔寨的64名电信诈骗嫌犯以包机的方式，伫18亚解回国。嫌犯全部伫帽仔挂喙罨，用纱也扣伫双手的手铐。伫警员2人一组的护送之下，行出入境航站的大门，随即互移送到对因各处案件有管辖权的警察局接受侦查。 캄보디아 당국 체포가 돼서 우리한테 통보가 되면 거기에 맞는 방식으로 우리 법적 절차에 따라서 송환을 해서 우리나라 법의 심판을 받도록 하고 아울러 그 체포된 사람들의 국내 조사를 통해서 보이스피싱 규모를 조직을 전모를 항상 밝히는 데 주력을 하도록 하겠습니다. 这是韩国警政史上第3摆以包机方式为海外集体亚解犯罪嫌疑人回国，也是规模上大一摆。这批嫌犯有的是自愿参与诈骗，也有的是防强迫的非自愿者。联合国的资料指出，东南亚地区防假日诈骗案的有约20万人。国际特赦组织指出，柬埔寨境内至少有53个诈骗园区，犯罪集团伫其中进行人口贩运、强迫劳动酷刑、剥夺自由、加没收。当年大约有20万韩国人去柬埔寨。韩国外交部统计指出，当地发生的韩国人防暴案件，2022年至2023年之间大约有10至20件，去年增加到220件，今年到8月已经有330件。 当地有一名22岁大学生，从犯罪集团绑架虐杀案件曝光了后，全国特警当局除了成立联合工作组去金边处理之外，总统李在明也指示主管机关赶紧铲除所有东南亚非法招聘工具。广西新闻王佩文编译。